大家好，我是魏天满景，我在北海道的水草，今天和江江结婚了。我的名字江马晴，新高的观众。这是我在国内开的这个公证书啊，还有他们日本的这个结婚证的申请书，就交了这张纸之后呢，然后呢，马晴就要改名字，正式成为蒋马晴了，正式成为咱们中国媳妇儿啊。花了这1个小时的时间啊，把他这个结婚证给办好了，然后啥也没拿到，就递交一张纸。他们日本人的名字啊，不像咱们中国人是祖宗传下来的，他们日本人的名字呢是嫁夫随夫姓，就是你嫁给谁，他就是跟着谁姓。那以后你就叫蒋马晴了呀。